依家目前為止到廣州花都拉4台車過清遠嘅，依家租2台咧，出發，準備出發，全程40公里，8點鐘嚟，要開飯先得嚟開飯，求其啊食啲粉就係咧，做得凄涼冇咩胃口喎，螺螄粉，開飯，8點幾鐘了。啱啱裝好第2車，繼續出發清遠。依家係北京時間11點啦。本來講拉4台個，佢又講臨時要加多2台，所以又幫佢裝多2台。唉，馬嚟去啊，凄涼點啊，有得做得嚟係嘛？佢拉過去4開，就準備過清遠，拉回順義。不知不覺又到凌晨嘅1點幾鐘咧，馬丁甩緊咧，好眼睡咧，2日2夜晚睡咧。依家來到裝貨目的地嘅，準備裝回順義噶，水冷膠再講咧，真係好恨好眼睡咧。拜拜，水冷膠再講吓。又帶闖江回喎，7點鐘嚟，本來5點鐘咁大鐘，人睡到7點，唉，又凄涼。嗱，我睡覺眼都全係紅嘅，又回到熟悉嘅場地，依家準備裝車，裝2台回順義。費力九牛二虎之力，終於裝好車啦！出發順義，我又回到順義啦喎！依家到白石停車區，幾個2台車呢就拉去北界噶，4開車，然之後今晚到順義又裝2台上肇慶。伙計，來西江，請你熄柴槍，瞓咯喎！回到北界出口咯喎！做到啲銀紙未袋暖，又瞓啲俾人牛洗咧，牛啊嘛？你得你幾買得幾多就得啦。回來床班都未睡暖，依家又得出發做工啦。